你的人能把啥办结为对大家配进当对呢？别的帮大蒙博节中期清不弄嘞，老用些啥多来干来啥我来马菜，恐怕鸟来顶多些些的。空错中期弄嘞公益恰月把马子，我从托工个所有人呢蒙博节中期弄的白些的。第一弄别的高中呢，空错个是托七回节的。机动车的看，我去听这样的着，日本得么的来着，但我妈没草马些各种东西来给点进去。国中舞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老家，因为老家的话就是说，就是基本上就说每逢佳节庆典之际都会跳我们的锅庄舞，所以说从小就受到一个这样的影响和熏陶，然后就是现在看到就是说各民族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锅庄舞文化。这个小几个里婆讲的，小你个这个深坑几婆，那么桌子对么这个广大厂里要去，在那个去对么的讲那这个今年他把有那几年。这个你要在当然是对今年前年的当然是就那个做差不多用他们这个马路的呢杨梅当的卡上的你连桥子的那些各种差不多的大牌这路你的那里。每个忙不是那这个各种了干嘛这那这每个吃的那吃过了海里边干做当那这每个了海里边干做全部用不有的，但你刚是全部用透过有的，真的是的。Okay, I would like to say about Tibetan dancing is a pretty good. I would like to say when I come here first time, I feel like wow, this kind of dancing first time I see here, and that's especially Tibetan culture and dancing. All things I most like it. That's why I married a Tibetan girl. She's a Tibetan, so that's why I married her because I like Tibetan. Regarding the culture, dancing, foods, everything, super great. So I would like to. I'm trying to learn, but it'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for me. But I'm trying to learn it. So that's all. 我一参与进来过我是一发不可收拾，一直所以我也下去跳了这么多年，10多年。我对锅庄情有独钟，现在是。然后你很多用到这个6年了，6年电力是跟那个在高速路拆了电力我老的这块，电力做的电力是拆了公干这个都做不到，稍微面这个当然是跟电力，老毛家的广场跟这个电力用的过度的动的。各种呢，别就所军级下注日起赢了。噶段东在过北噶，对面来干儿所写噶东所约的。大大各种呢，家弄个中期所需通钱的，没人拿出动，家看门站为门囊进娘的东所约的。